交通部费率委员会日以审查代替票价的调整案，尾手是通过代替提报的方案，票价是平均同起26.8%。若是以台北到高雄的自强号票价来讲，是起到975块，不过也是属台高铁超过500块以上，希望是保留竞争力。交通部上近2月底会提报予行政院来核定。代替表示，行政院核准了后，也阁需要2个月的时间来修改系统，也阁有公告。拄啊是10月假期出外佚佗的大日子，代替早起伫富光段发生车顶无正常，部分列车延误，影响旅客行程。交通部费率委员会日议通过代替进行提报的票价调整方案，同意票价平均会当调整26.8%，也就是代替本来提报的方案，计算的基础是合理报酬率0.36%。应该可以吧？现在物价都涨啊，台铁一直亏损也不是办法吧？大众运输系统也是要维持下去啊。上班是很重视时间的安全，还有准时点、准点，还有班次都能改善。有时候他们误点很久。费率委员会考虑即卖的代替票价30年拢无调整，甲前一届调整的营运成本比起来，已经是大起37.96%。票的收入无法度支应营运成本，短期运价差愈济，所以照案通过。票价调整幅度才愈远是起愈少。以自强号来试算，台北到新左营起到975块，台北到台中501块，北花莲是440起到583。区间车台北到板桥由15块起到22块，台北到桃园由42块起到63块。交通部就会正式依照决议送行政院核定以后，我们需要2个月的时间来做系统的一个调整，还有公告。代替表示，考虑公平的原则，淡薄干线嘛是同款的标准，起价幅度嘛是愈远起愈少。按过到尾啊票价的调整方案，也是要由交通部提报行政院核定了后才确定。台铁公司呢是怎么样子能够去改善你们的设备妥善率那怎么样子让你们的这个准点率，那这方面的一个努力是消基会这边希望能够看到。我们期待的票价调涨并不是一个低于台铁一开始所提的投报率3.5%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方案版本，因为目前的方案版本是一个低于所有员工所预期的这个报酬率的结果。产业工会讲，根据立法院核定的代替票价公式，合理报酬率是3%至5%，到尾通过0.36%，对提升整体收益的效果有限，是不是有助安全改革、甲员工的薪水，嘛使人烦恼。公司新闻采访报道。